我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。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昨暗在新北市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，主办单位化工现场超过35万人。敢讲代表韩国瑜即马行情又搁变较好。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早参加活动的时，有上新的回应，咱做伙来关心。市长怎么看韩国瑜昨天造势哦？他说他的台湾价值是自由民主。这个自由民主、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台湾价值的核心啊，这没问题啊，这样。没问题，怎么看吗？啊，有过关吗？不是啊，问题是但是这样的，它是核心价值的，但是有没有？有时候还要再完整说明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他昨天教韩粉说，面对抹黑就是回呛他奶奶的，你就觉得这是一种庶民语言？是这样的，台上台下。有时候还是原则上还是尽量区分一下的。那你怎么看马前总统被韩粉赶下台？那一幕哦，坦白讲，我倒是有点目瞪口呆，你知道怎么会？怎么说？很不可思议吗？这个就有一点。当然，我们会讲说啊，是不是那个场控不好？就是那个我们叫 schedule， 你知道吗？这个。一个流程，我们要不管叫 run down， 叫 schedule， 叫行程流程表。坦白讲哦，当然比较善意的解释是流程表先设计不好了哦，或者说他那个准时的问题有问题。坦白讲，那个要去做检讨的。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这一边，我一定会要求大家写检讨报告。你看到这一幕，会不会觉得这前元首好像被这种？前元首好像被有点羞辱那种感觉。马英九也是脾气好啊，对不对？他还说反送中是香港在流血，蔡英文在补血。也不必讲到那么那个啦。其实这样的哦，对两岸或对香港问题哦，保持政策一致性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也没有像我只会讲说啊，大家都是尽量保持一致，前后一致的。因为老实讲哦。两岸议题有时候还蛮危险的，这个所以有时候这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不可不察。我态度是这样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是对于两岸问题、对香港问题，我都会选择照稿念，因为像我们这个有时候乱讲话的人所以可以乱讲话，地方规都可以乱讲话，这种牵涉到国家的这个还是原则上还是一致，这样就好了。市长夫人好像是在脸书上替你很抱不平，他说现在好像要圣主是只要把你抹黑就可以。那个夫人嘛，没有啦，我觉得陈佩琪有时候这个叫关心嘛，这个好太太。可是他的发文好像网友都是不领情，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像在消费雅思谷歌症。没有啦，那其实我们家比较严重的是我那个大儿子，还不是我。不过他的妈妈，不管是作为太太或做妈妈，她有她的，人家说关心嘛，关心，我只能说关心的。市长郭董大巨蛋案是不是已经跟远雄谈妥，说朝年底复工？大巨蛋还是一样嘛，我态度这样还是公开透明嘛我个人的主张还是说，一开始人数不要太多了，因为老实讲不要贪心说我要14万，这个我还是主张6万先上线，跑一阵子 OK 没问题的，要讨论再讨论。那你不要，如果他一定要9万人，要14万人，哇，这个老实讲，那个连6万人我都毛毛的，那个你想想看，那个光复南路跟忠孝东路那个交通流量，所以我就这样的。大巨蛋我的主张是一开始人数不要太多，可以上线先上线，跑一阵子 OK。将来要怎么做再做，而且老实讲，一个建筑物，好歹那个生命周期是50年以上，不要再一时一地的。我的个人主张是这样。那我事实上我也表达我的意见给远雄，就是说稳扎稳打，不要一开始不要贪心的，就是还是能够6万人上线，最没有争议，先跑再讲。市长，那个郭董传出他在秋节前后来宣布，为了让你有时间应应，李当会跟你打声招呼，他有跟你们说大概什么时候？我还没收到月饼呢，所以没有跟你有任何的联系。没有啦，我是这样的，他有决定，他会跟我讲。问题是我还没看到，我还没听到他的决定。那宣布的当下，你会出席吗？还是有什么形式来？再讲嘛，看他是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
其实这样的，剩下也没有几天了哦，剩下今天几号？9号，哇，剩下8天了，在台湾历史上最关键的8天啊。这样你怎么看？现在创党之后，你的脸书粉丝掉了15万，你觉得是创党的问题，还是说你进来的频频失言也有关系？老实讲哦，这也是我们在反省。后来我查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去年11月24号哈当选以后，1个月内好像20天内好像脸书按赞增加15万。这里台湾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比较理想是韧性社会，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。我觉得它意思就是说。你的脸数可以在15天、20天增加15万，可以在1个月掉12万，说话14万。哇，这整个那个这种极端气候哈，类似极端气候的极端政治哈，这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该有现象。坦白讲，这是一个台湾社会现象。那你说，只是说在柯文哲身上在展示出来，但是这种剧烈变动的社会现象的背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。我问我的话的哈，台湾还是要成为一个比较稳固的这种国家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很多这种社会现象，还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怎么去改变它。这个大家讲不简单。我在讲，你的粉丝数可以暴涨，好，再暴跌，哇，这个。就好像一个人突然胖突然瘦，这对健康也不是很好。好 ，OK。那我最近有3个人，多科保3个人是。